5種關鍵營養素，守護心理健康。在這段啟示性視頻中，我們將揭示5種對維持情緒健康和認知功能至關重要的核心營養素。儘管眾多營養素對心理健康都至關重要，但以下5種營養素堪稱基石，若想改善情緒狀態或戰勝抑鬱焦慮，它們絕不可忽視。了解5種關鍵營養素 ：B 族維生素、維生素 D、Omega-3 脂肪酸、鎂和益生菌。你可能需要通過飲食或補充劑攝入這些營養素，以改善心理健康和整體活力。1B 族維生素，釋放大腦潛能。了解 B6、B9、葉酸和 B12等 B 族維生素對大腦健康的重要作用。這些必需維生素負責合成影響情緒調節和認知功能的神經遞質。2. 維生素 D， 心靈的陽光。充足的維生素 D 水平與情緒改善和抑鬱症狀減輕密切相關。了解維生素 D 缺乏如此普遍的原因，並掌握天然來源及安全曬太陽的方法，以優化你的維生素 D 水平。3. 歐米加負3脂肪酸，滋養心靈的營養素。這些健康脂肪對大腦發育和功能至關重要，能減輕炎症並促進整體心理健康。探索富含歐米加3的食物和補充劑，學習如何將其融入日常飲食以提升情緒和認知能力。4. 鎂，舒緩礦物質。這種必需礦物質對神經遞質功能和壓力管理至關重要。了解富含鎂的食物和補充劑如何促進放鬆、改善睡眠質量並提升整體認知能力。5. 益生菌，維持腸腦和諧。益生菌是棲息於腸道的有益細菌，對心理健康具有顯著影響。了解健康的腸道菌群如何積極影響情緒、焦慮水平和整體認知功能。了解更多富含益生菌的食物和補充劑，它們能滋養腸腦連接，提升心理健康。